三軍總病院爆出疑似器官移植的違法案件。去年有醫師明記知影病患不是破病死的，所無經過檢察官的同意，就違法來做器官的移植，涉嫌偽造文書。檢方昨是來約談7位相關人士，其中有2名醫師是分別以10萬元交保。三軍總病院發生疑似違法器官移植的案件。去年台北市一個患者意外傷甲真嚴重，佇要腦死的時，三總的醫生無經過檢察官相檢甲同意，就大主大意甲眼感冒貼落來，予失明的患者。事後申報的時，將意外死亡改做是破病死亡，涉嫌偽造文書。士林地檢署19敲催約談7個人到案，其中4個人紅地做是被告。問話了後，2個醫師攏用10萬元來交保，其他的請回。那這嘛是國內頭一站醫生因為疑似牽涉違法器官移植去互偵辦的案件。本件係本署檢察官辦理相驗案件時發現，被告等人涉嫌於民國114年間，在器官捐贈移植相關登錄系統登載不實事項。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病人過往了後，器官捐贈的流程，這臨床的協調人員會到整合系統來確認配對的名單，並且通知順位的病院甲醫師。若準病人不是病死，或者是有可能不是病死，病院攏應該通報地檢署依法來相檢。若準同意，才會使來做器官移植的手術。醫院這邊會有一個調查報告之外，我們其實針對像這1-2年，我們的也都針對 OPO 的一個網絡醫院，我們都會很積極的跟法檢這邊來進行溝通。如果他明知非病死，也不找檢察官來做相驗，那這個也有違規的問題。如果是確定有這樣的情形，就會有這個罰鍰9萬到45萬。三總是發聲明駁回，表示這個案件已經進入司法調查的程序，病院內底相關人員攏配合司法機關的調查，並無外界以為這是牽涉疑似器官移植的弊案，呼籲外界唔通看一個影生一個囝。記者綜合報道。